這是一個關於迷失、背叛、審電與重生的故事。第一章，繁花著錦，棄舊迎新。林婉月站在落地窗前，俯瞰住城市的燈火。身為凌雲集團的創始人，她擁有令人羨慕的一切：財富、權力和一張保養得宜的臉龐。在她身後，丈夫陳默正在收拾行李，身旁站住7歲的女兒念念。陳默穿住洗得發白的襯衫，神情平靜得讓人心慌。這棟舊公寓留給你，另外我會每個月給你一筆撫養費。林婉月轉過身，語氣冷淡，再談一筆扣案。你知道的，我和 Jason 在一起了。他年輕、懂時尚，能帶我去更好的社交圈，而你太安靜了，跟不上我的腳步。Jason 是他的私人健身教練，比他小10歲，嘴甜如蜜，總能讓他感到久違的激情。陳默沒有爭辯，只是蹲下身抱了抱女兒，輕聲說：婉月，外面的世界很冷，如果累了，我不會累，更不會回頭。林婉月打斷了他，提起限量的愛馬仕包，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門。樓下 Jason 開住原本屬於陳默的跑車，正在等他。第二章，大廈將傾，人走茶涼。好景不長，2年後，一場精心設計的金融詐騙捐走了凌雲集團的流動資金，緊接住是對手公司的惡意收購。林婉月為了翻盤，抵押了所有名下資產孤注一擲，結果慘敗。一夜之間，林婉月破產了，法院查封了他的豪宅和豪車。在滂沱大雨的夜晚，他狼狽地敲開了 Jason 住處的門，那是他曾經買給他的公寓。Jason， 我現在只有你了，只要我們把這套房子買了，我還有機會東山再起。林婉月渾身濕透，顫抖住月。Jason 穿住浴袍，眼神中再無往日的愛慕，只有嫌棄。他擋在門口，甚至沒有讓他進去的意思。婉月姐，搞錯了吧？這房子名字是我的。Jason 冷笑一聲，現在背了一身債，連吃飯都成問題。我還年輕，不想被拖死。我們結束了，門砰地一聲關上。林婉月呆立在雨中，看住那扇緊閉的門，終於明白，他以為的真愛不過是依附在金錢上的寄生蟲。第3章，燈火闌珊，溫暖如初，身無分文，手機欠費停機。林婉月在街頭遊蕩了一天一夜，飢寒交迫，不知不覺中，他的腳步將他帶回了曾經嫌棄的那棟舊公寓樓下。那是他唯一的歸處，也是他羞於面對的地方。他在樓下徘徊了許久，直到單元門打開，陳默牽住念念走了出來。念念長高了，手裏提住垃圾袋，四目相對。林婉月狼狽不堪，精緻的妝容早已花掉，像個乞丐。他下意識地想逃，卻腿軟跌坐在地上。媽媽！念念驚呼一聲，掙脫陳默的手跑了過來。林婉月羞愧地低下頭，眼淚奪眶而出。對不起，我不該來。一雙溫暖的手扶住了他的肩膀。陳默沒有指責，沒有嘲諷，甚至沒有問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。他只是脫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身上，語氣一如當年的溫厚。先回家吧，飯剛做好，還熱住。那晚喝住陳默煮的番茄雞蛋湯，林婉月哭得像個孩子。他棄了他們，將尊嚴踩在腳下，而在他一無所有時，接住他的卻是被他視為累贅的家人。第4章，洗盡鉛華，絕地反擊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林婉月住在客房，他開始學住做家務，學住接送念念上學。他看住陳默為了貼補家用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跑外送，心如刀割。這份愧疚成了他最大的動力。我不能就這樣廢了。我是林婉月，我曾經能建立一個帝國，我就能建立第二個。他不再好高遠，利用陳默那台老舊的電腦，
他開始接一些企業的小型諮詢案。起初沒人相信一個破產的女總裁，他就從寫商業計劃書、做市場分析報告開始，收費低廉，但品質極高。第一個月，他賺到了幾千塊，給年年買了一雙新球鞋。第三個月，他的專業能力在業內小圈子傳開，有客戶主動找上門。半年後，一個曾經的老客戶遇到供應鏈危機，林婉月憑藉曾經的人脈和敏銳的判斷，給出了一個大膽的重組方案。他沒日沒夜地工作，陳默就默默地在他腳邊放一杯熱牛奶。他焦慮得睡不住，念念就給他講學校的趣事。在這個狹小的舊公寓裏，林婉月找回了比財富更重要的東西——安定的心。第5章，東山再起，不忘初心。那個重組方案大獲成功，林婉月獲得了一筆可觀的顧問費和股份。他以此為成立了一家精品投資顧問公司。這一次，他不再盲目擴張，而是步步為營。3年後，林婉月還清了所有債務。他的新公司在業內聲名鵲起，雖然規模不如從前，但利潤極高且穩健紮實。結局在一家高級餐廳的慶功宴上，曾經背叛他的 Jason 突然出現。他聽說林婉月翻身了，特地穿住西裝，捧住花上來求復合。婉月，我知道心裏還有我，當年是我糊塗。林婉月看住他，眼神平靜得像看一個陌生人。他挽住身邊穿住得體但依然樸素的陳默，對 Jason 說道：你確實糊塗，你以為我能東山再起是因為我運氣好？不是，因為我知道，無論我在外面拼得滿身是傷，身後都有一盞燈為我亮住，而你只會在我熄燈時轉身離開。他轉頭對保安示意：這位先生打擾我們用餐了，請他出去。Jason 被請了出去，像個笑話。林婉月握緊了陳默的手，又摸了摸念念的頭，微笑住舉起酒杯。勁失敗，讓我看清了世界；勁家人，讓我找回了自己。